大家好啊，歡迎收聽狗 BB 實習媽日記，我係你嘅主持人 Melody，一個熱愛狗狗嘅平凡港女。今日嘅話題係初養狗 BB 一定要知7件事。初養3個月嘅狗狗有7大重點要留意。第一，飲食方面，建議每日餵3至4餐，定時定量，應該用專為狗 BB 設計嘅狗糧，蛋白質高，又易消化，唔好自製餐，容易營養唔均衡。水每日要換2次。第二，打針與擴蟲時間表，建議6至8星期打第一針，9至11週打第二針，12至14週打第3針，再考慮狂犬病疫苗。內外擴蟲1個月1次。第三，魚刺訓練，一開始就要校定咗定點去廁所，例如尿墊或者陽台啦。每次食完、飲完、玩完或者冚醒就帶咗去，成功記得獎勵，唔好鬧，唔好打。第四，睡眠與活動，狗 BB 每日咧要攞18至20個鐘啦，唔好成日搖醒佢。玩樂時間每日唔好多過15分鐘，短而多次最好。第五，社會化訓練，3個月前係黃金時期，應該多接觸唔同聲音、人、物件，仲可以安全接觸已打針嘅狗狗，幫佢日後唔怕陌生環境。第六，健康監察，睇下佢有冇唔食嘅、腹瀉、啟過頭、鼻涕多、眼屎簽或者屎太臭、太稀、肚仔太硬，發現唔對路就要即刻揾獸醫。第七，咬人同咬嘅行為，呢個時候嘅牙肉癢係正常，但唔可以俾佢咬人手，提供啱啱嘅咬膠或者玩具，咬錯嘅即時講唔得，再引導翻去啱啱嘅玩具。最後建議每日 routine 朝早起身之後帶去廁所食早餐，再玩10至15分鐘，日間有短嘅時間，中午食第二餐，下晝玩少少加訓練，夜晚食晚餐之後可以輕鬆行個圈，臨瞓前再去廁所，然後上咗佢角。記住，狗 BB 成長只有1次。頭3個月打好基礎，佢將來會更健康、更加聽話，對你更有安全感。最後咧，喺做狗媽唔係淨係影相咁簡單，你要捱更抵夜，抹 pad，佢哋夠唔夠暖，仲要學針醫嘅觀察健康情況。多謝你嘅收聽，狗 BB 實習媽日記，記得訂閱啦，睇下集見。